超能力學院，多謝。哇，多謝你。OK。我今日準備咗嗰個小一個手帶嘅繩，係啦。哦，係啦，你哋要幾多？你話俾我聽。他們教你按那個相機拍着腦仔。還是多歡迎晒，今次大家與隊你係影后係咪呢個都係影后㗎，係啦，3場都係影后啦。好多謝今日大家嚟睇呢一個私家偵探，你哋睇完之後有冇咩感覺啊？中唔中意啊？中唔中意？好靚，除咗好靚咧，除咗好靚，除咗好靚，好好睇啊！好好睇。如果好睇嘅話，就要介紹俾你啲好咩啊你？多謝，希望你哋會係介紹俾啲朋友啦，或者可以再睇啦，甚至乎係可以喺 social media 聽我都 OK 㗎。係啦，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對於電影嘅反饋，可以 tag 阿娜姐，然之後 hashtag 私家偵探，多謝曬大家。接落嚟有邊個啊？很單啊，係咪？培勇，個偵探社咧，佢係搬咗去我個 office 對面嘅。咁所以其實呢個導演，我覺得係有少少寓意，即係俾大家去思考下佢點解要咁樣做。所以大家即係你諗下，因為尋日我哋都係討論咗，梗係及住我啦。所以歐陽偉耀係要及住佢嘅 ，OK。所以喺戲裏邊，佢嘅老公只係私家偵探，娜姐唔係私家偵探。OK，多謝晒。仲有咩問題啊？過去點，來過去，來過去點，來給，再過去點，來，來，來啊，來手。娜姐。